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3去到美国纽约要治疗脚头乌，伫咧当地嘛受到几啊千位支持者的热情欢迎。因为顶礼拜达赖喇嘛伫咧印度接见美国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中国是各自来表达强烈不满。 真侪支持者欢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一为印度达兰萨拉出发，23到美国纽约接受脚头乌治疗，受数千的支持者热烈欢迎。西藏流亡政府事前表示，美方主治医师有讲，达赖喇嘛伫结束脚头乌治疗了后3礼拜内就用正常行路，即摆除了接受医疗无其他行程，未少人穿传统的服装，伫酒店外口唱歌跳舞迎接达赖喇嘛。 His Holiness coming back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so many years. I knew I had to come here for this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think waiting outside for the past 4 or 5 hours, it was definitely worth it. 去美国进行达赖喇嘛顶礼拜3伫达兰萨拉接见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议员访问团，包含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等人，总共7个国会议员甲达赖喇嘛见面，进行美国国会大通过一项法案鼓励北京甲西藏领导人对话。中国表达强烈不满，爱美方充分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华分裂本质，要求美国遵守伫咧牵涉西藏问题承诺，莫甲达赖集团有任何形式的接触。 Whole world, we are same human being. We all have same right. And this world belongs to humanity. We should take care of this world. World, irrespective of what religion, what tradition. 现达赖喇嘛健康状况无任何恶化现象，不过这位西藏领袖过几礼拜就要过89岁生日，已经大大减少出国旅行。伊受访表示，一在90岁，佮决定继承这代志。真侪西藏人烦恼北京会借这机会任命达赖喇嘛的继承者。公司新闻电为人报道。